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半島豪庭嘅3座，睇一個實用590尺、間隔屬於最大兩房嘅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咁我哋一齊去睇睇。咁半島豪庭咧，總共分為5座，提供咧1669個單位，校網係35。兩間房嘅實用面積咧都係比較大嘅，而且主人房咧係整個半島豪庭嘅兩房最大嘅。好，咁嚟到呢度咧，今日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詢一啲紅磡區內嘅1、2手資訊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